柯学道串联李玉等人，创立中国统一事业基金会，想要互学生运动脱离救国团的控制，所以1969年互调查局一网打尽。在审问期间，李玉受到严刑，封闭地承认调查局所编的剧本。蒋介石阁亲身解判伊无期徒刑。你是安怎维持你的信心？因为你互人关在家。我的信心其实很简单，因为这句话太多人问过我，因为我活得比他久，我一定活得比他久。你给我判无期，我活得比蒋介石久啊。蒋介石死了，我活得比蒋经国久。所以你真清楚你是爱对抗啥物？对，清清楚楚。拜六暗时11点，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。